好，来继续来看是这个代替高雄啊，甲瑞丰铁基路，因为粗山断线，今仔日抢修的第7天，这个雨阁一直在落。交通部长林佳龙讲，这恐惊无法度，离原定的13号透早5点来通车。怪手拢无停，山壁冒插更跳，偏免阁放山，代替抢修高雄啊瑞丰路段已经第7天啊。虽然估计清理1万方已经清一半，赶上进度，抑过雨一直落。交通部长林佳龙头一摆讲，可能无法度伫13日透早5点完成通车。时间会是拖的会比较久。那我也请同仁再重新评估，可以抢修通车的一个时间。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完成由上往下做了2层。那我们现在做最下面1层。这个边坡事实上在走山之前就已经滑动，但是却没有预防性的停驶，因此台湾铁道暨国土规划学会也希望运安会可以介入调查。学会发出4点声明，讲代替根本无营运安全标准，路段窄路要帮啊，无暂停通车。管理该站拢无安全文化，运安会应该调查。事实上他们也都有会同像联合大地顾问公司就整个不管抢修或者是做一些紧急的措施之下，复驶单线的一个开放讲闹疑问，环境运安会来调查，不过运安会到这个为止无接电话。另外，嘛检讨山坡地分级的检测制度，将这个雨对山坡地影响列入标准。偏偏像这款相对较稳定的路段，却是崩山的事件搁发生。